如果 OK 就跟我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经过了4个多月，快要5个月，没有办法来到教会实体礼拜。今天我们是疫情发生之后第一次在教会当中礼拜，我们要为此献上我们对上帝的感谢。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方便来到教会的，现在正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礼拜。我相信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同心的敬拜上帝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几分钟之后就要开始今天第2场的华语礼拜，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在疫情当中依然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得到真实的平安。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有些人在圣殿当中，有些人在家里面，但是我们愿意用同一心志的心来敬拜你，与你亲近。也透过今天的敬拜，我们再一次领受你的祝福。求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将所有我们不属于你的心思意念全然排除，让我们用专一的心志来服侍敬拜你，与你亲密的交通。我们深信我们会领受祝福。我们特别将今天带领敬拜的同工全然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无论是带领敬拜，或者是传讲信息，或者是诗会，或者是在外面接待的众同工们，我们都全然交托仰望主，求主保守眷顾一切，让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敬拜，再一次体验与你同在的美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在主日的早晨，让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赞美神。愿神的荣耀恩典，此时此刻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现在让我们一起站立，用喜乐的心来敬拜，相信天门要为我们敞开，神的荣耀要降下来。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再用喜乐的心来唱。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宣告，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抱着前进百步停息。再次欢迎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敬拜不停息，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一起来宣告，天上地下。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是信实的，他必带领我们胜过自己的软弱。求神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来依靠他。我们要依靠神过得胜的一天。主啊，求你降下同在，我们在敬拜中要遇见你。求你降下同在，在你知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知名的
在你面前，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跟神说，我要看见你的荣耀。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这时代要看见你的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是的，我们的神是丰盛、充满恩典跟能力，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让我们用谦卑的心来寻求神。我们在神的殿中，我们要来与你相遇。主啊，愿你的国度从天降下来，更愿你的光辉照亮在这里。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军匍匐在你面前，他们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军匍匐在你面前，他们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
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但愿我们的敬拜不停息，也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圣洁满有能力的主宰，不论困境如何，你都已经得胜。我们感谢你的看顾与怜悯，让台湾的疫情有稳定的控制，恳求圣灵时时提醒，让我们谨守你的话语，使我们更渴慕活出对你的完全顺服与跟随。愿你赐下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中间，让祝福成为我们重新得力的泉源。我们祷告不完全，要用你教导的主导文同声开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经历4-5个月之后，我们能够再一次恢复实体敬拜，也谢谢米利安敬拜团带给我们的敬拜。感谢主，无论你现在是在实体礼拜，或是在线上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今天所要读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章43到51节，约翰福音第1章43到51节，在现在中文译本的第146页。过了1天，耶稣决定到加利利去，他遇见腓利，对他说：“来跟从我。”腓利是伯赛大人，跟安德烈和彼得同乡。腓利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法律书上所写和先知们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已经遇见了。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就问：“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吗？”腓利说：“你来看吧。”47节，当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过来，就说：“看哪，他是个道地的以色列人，他心里毫无诡诈。”拿但业问他：“你怎么认识我呢？”耶稣回答：“当你在无花果树下，腓利还没有招呼你，我已经看见你了。”拿但业说：“老师，
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呢。”又对他们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敞开，上帝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下往来。”愿上帝赐福听他的话且又行的人。今天的信息，蔡牧师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第69拿但业第1讲。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经历了大概4个多月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在线上礼拜。那今天是我们在这波疫情过后第一次在实体的礼拜。很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弟兄姐妹又聚集在现场，大家可以彼此同心敬拜上帝。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深信大家一起同心敬拜上帝，一定会领受美好的祝福。我们在开始之前，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时候用谦卑敬虔的心，祈求您赐下你的话语，也求你赏赐我们有专一的心智来接受你的话，并且有属天的智慧，可以了解明白你的话语。因为我们深信，如果我们照这样去行，确实可以得到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位使徒，叫做巴多罗买。那巴多罗买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新约有4次提到12使徒的名单，就是在共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以及使徒行传，都有完整的12使徒的名单，每一次都会提到巴多罗买。但是我们发现，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有一个人叫做拿但业。那巴多罗买跟拿但业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首先来看巴多罗买这个字，意思是多罗买的孩子、儿子。那如果我们发现，在这个马太的第10章第3节跟马可的第3章18节，这个使徒名单当中，腓利都是跟巴多罗买在一起，所以有人根据这段经文，大概会推断说，大概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大概是因为他的父亲太有名了，这个多罗买太有名了，所以当别人称呼他的时候，总习惯称呼他说巴多罗买，反而很少称呼他做拿但业。那按照约翰福音书第21章第2节的描述，我们知道拿但业是加利利的迦拿人。那在主耶稣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圣经的描述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更深认识神。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当腓利去找拿但业的时候，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他坐在无花果树的树下。那他到底坐在无花果树的树下做什么呢？在犹太人的思想，无花果树是象征平安。犹太人认为说，一个人可以在他家中的无花果树下不受骚扰，就是享受真实的平安。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弥迦书的第4章第4节说，人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园中，在无花果树下享受太平，没有人会使他们恐惧。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应许了，这是上帝应许他们将来会有一个
非常太平、非常平安的时期。那个平安的现象，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葡萄园中，可以在自己种的无花果树下去享受太平。所以一般人喜欢坐在无花果树下，表示他心中要领受上帝所赏赐他的平安。再来，无花果树是叶多叶浓，就是说它叶子蛮大的，然后有树荫的果树，所以犹太人他们习惯坐在这个无花果树的树下，去默想圣经上帝的话，因为他们相信圣经上帝的话语会带给他们平安，并且在这个比较阴凉的、比较舒适的环境之下去默想上帝的话语，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常常坐在这个无花果树下去默想上帝的话。所以当腓利去找拿但业的时候，告诉他说，他遇到了耶稣基督，是约瑟的儿子，而且耶稣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一位，当然是指弥赛亚。他遇见了弥赛亚，他告诉他这个消息。这时候拿但业正好在树下做默想。如果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我们大概可以做这样的猜想：当时拿但业正在无花果树下默想有关创世纪当中记载雅各梦见天梯这件事情。那当拿但业一听到腓利跟他介绍耶稣的时候，说这个弥赛亚是出自于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这个拿但业马上露出一种不敢相信的表情，并且回应他说：拿但业会出什么？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那他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好像有一点偏见，有一点鄙视的意思。就腓利没有什么辩解，他马上对他说：你来看吧，你来看吧。结果他们走向耶稣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就对他说一句话，他说：看啊，他是个地道的以色列人，他心里毫无诡诈。从这句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耶稣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下是在默想这个有关于雅各的事情，而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雅各，他的原名叫做雅各，后来他跟上帝或是说天使摔跤之后就被改名做以色列。所以这边有一个对比，他在思想的雅各，而耶稣说他是一个地道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在圣经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出名，就是他以诡诈出名诡诈出名。也就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狡诈，他用红豆汤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又用各种狡诈的手段去增加自己的产业。所以耶稣指出拿但业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的时候，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所以耶稣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说他虽然是以色列人，但是却没有雅各的诡诈。这时候，当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拿但业就很惊奇地问他说：你怎么认识我呢？耶稣就回答说：当你在无花果树下，腓利还没有招呼你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你。这看见是说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心思意念。所以腓利非常震惊，就对他回答说：他说，老师，你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君王。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因为我告诉你，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们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又对他说：我郑重的告诉你，你们要看见天敞开，上帝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下往来。那这段经文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我们会发现他在说明了拿但业生命经历了3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一层一层的，3个成长的过程，好像一层一层更深的认识上帝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分2个礼拜来说明。今天我们先说一个，
第一个部分，下一周我们再说后面2个。通过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如何更深层的去认识上帝。首先，圣经记载着说，腓利去找拿但业的时候，对他说：“摩西在法律书上所写的和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已经遇见了。”当然这就是指弥赛亚。我已经遇见弥赛亚，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首先，我们看到拿但业，当他听到腓利说他遇见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的那一位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期待。结果他后面又补充他是约瑟的儿子，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又好像很失望了。为什么？他马上说出他的偏见，他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吗？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哈，这张图我们发现拿撒勒在哪里？拿撒勒在这个离这个加利利海比较远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那一般来说，加利利哈，因为他们这个地区哈，最富裕的城市都是沿着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因为他们可以靠捕鱼为生，所以他们收入会比较好所以大城市都是集中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所以拿撒勒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城市是一个比较小的乡镇。所以对于迦拿人这个拿但业来说他大概会认为说，那这个偏乡穷乡僻野会有什么出什么好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偏见。而且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居住在一个城市，很认同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别的城市比较有偏见比如说我是出生台南常常我都觉得台南的东西最好吃可是外县市的人就不会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台南的东西都很甜那所以只要认同这个城市，就会觉得自己的城市会比较好所以他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偏见但是这个偏见的话说出来之后，好在腓利他有继续去引导他，否则可能因为这个偏见拿但业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的生命都带着什么？带着偏见，因而会错失认识真理的机会。牧师以下要整理一些我常看到的一般人常对基督信仰的偏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分享一下如何面对这个偏见。我会分享4种偏见，然后接着牧师会跟大家分享说，用3种方法去消除这些偏见。首先，第一种偏见大概特别是知识分子，他常常会认为我们的信仰不合乎科学。有些人觉得他自己很理性，当他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他大概会认为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太不符合科学，所以引起最多质疑的大概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了。所以牧师要从2个角度来帮助大家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而基督信仰或是说圣经是帮助我们探索了解上帝的事情。这2者是不一样的，不相同的，但是也不会相冲突。我们要明白说，圣经本身就不是要讲科学的事情，圣经是讲真神上帝的事情，是讲信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用信仰的方式去读。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文学你要用不同的态度眼光去看这些文学，我们才会理解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过寓言吧，至少我们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我们在听龟兔赛跑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如果用科学的角度去看，我们难道不会质疑说，兔子跟乌龟怎么沟通？他们为什么会相约去比赛？我们当然不会这样想，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寓言故事，所以我们就用寓言故事的方法去读它，就会了解它背后告诉我们说，人不可以轻视别人，不要太过于骄傲，以为自己很厉害。那在我们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可以领受这篇故事带给我们的意义。同样，圣经是讲信仰真理的书，所以要用信仰的方式去读，要用信仰的眼光去读，才合乎理性。那什么是信仰的眼光？牧师简单的说，就是要用耶稣基督做中心的角度来读，我们才会了解说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说，怎么透过耶稣基督去得到拯救。所以要用信仰的眼光、信仰的方式来读。那另外除了这一点以外，牧师还要做一个补充，因为圣经有一部分不是不科学，而是它是超越科学的书这是我们目前要学的有限的科学所无法了解的。所以这一点你要接受你就必须要考虑到信心要用信心的眼光来读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说，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那么圣经所记载的一些神迹奇事，我们自然会相信嘛。所以要用信心的眼光去读，这是两种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第二种常见到的质疑我想大家都会遇到过就是认为说你们的信仰太过霸道，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拯救信耶稣太武断了，太霸道了。关于这一点牧师在过去曾经分享过爱的系列当中，牧师在分享爱只喜欢真理的那一讲曾经说过，我再重复一次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确实的道理，真理是代表各种范围当中绝对的真那在各种不同领域当中都存在着真理数学有数学的真理物理学有物理学的真理，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真理，信仰也有信仰的真理。那真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真理具有绝对的权威了而绝对的权威就是具有霸道的成分，这没有办法说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1+1等于2，对不对？1+1等于2，这是数学上的真理。那你不能说2太霸道了，为什么每一次1+1都等于2？那要让3做看看，要让5做看看，我们不能这样子，因为它是数学上的真理不然就错了再举一个例子，上次牧师也说过，生物学上有一个真理，就是人要靠着呼吸空气才能够活命，没有氧气的话，几分钟就会死亡。那你不能说氧气太霸道了太独裁了，不欣赏，所以我抵制，我不呼吸。不呼吸我们试看看，真理是绝对的，你不能妥协，不能被抵挡。你不呼吸，你可能几分钟就没有命了。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真理就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就有霸道的成分另外第三个偏见常常有些人认为我们基督徒不重视孝道其实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人他来教会很久，也可慕道很久，那也读了圣经，可是他心里面总是有一个结，他会认为说，好像父母死后我一定要给他祭拜才是孝道的表示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基督徒好像比较不重视孝道。其实如果他真的去研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个信仰像我们一样那么强调要尊敬长辈和父母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是出埃及记的第20章12节，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段经文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摩西所颁布的10诫当中的第5诫。10诫是什么？10诫是我们信仰当中上帝直接告诉人必须遵守的10项最重要的生活规范。10诫包含2个部分，
第1诫到第4诫是讲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第5诫到第10诫是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条诫命是什么？是第5诫，就是他把它摆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孝敬父母。所以我们的不止我们的文化鼓励我们尊敬长辈父母，基督教的基督信仰的文化，基督信仰的教导就是要孝敬父母。圣经也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1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信仰不注重孝道，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偏见。那么第4种偏见是什么？常常有人说基督教是外来的，我们应该信自己的宗教。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大多数的人除了原住民以外，我们都是外来的。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宗教信仰都是外来的。上次牧师也说过，在荷兰时代，在台湾历史的荷兰时代，耶稣已经就被人家传到台湾了。所以如果要论那个时序，耶稣基督的信仰比妈祖的信仰还早来到台湾。但是这个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台湾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也不是，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不是所有外来的事情我们都不接受，对不对？我们现在周遭充满了外来的东西。牧师问大家：你有没有吃过日本料理？你有没有吃过牛排？你现在身上就带着外来的手机，你今天可能是坐汽车来，汽车也是外来的电冰箱、冷气都是外来的。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好处、方便，所以外来的我们也接受嘛。所以更何况是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理解这些都是一些还没有真正认识我们的信仰的人对信仰的偏见。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去跟他分享，但是要分享的时候，牧师还是要有3点重要的提醒，我们一步一步来做，才会能够引导人真正认识这个信仰，更深认识神。首先要破除偏见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耶稣怎么做。耶稣是用接纳包容的方式去破除拿但业的偏见。虽然拿但业对耶稣的出身有偏见，他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但是主耶稣不但没有责备他的偏见，反而称赞他心中没有诡诈。也就是因为耶稣这种包容跟鼓励，然后跟他对话，拿但业感受到被接纳，他才一步一步更深认识神。所以遇到一些对我们的信仰有偏见的人，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跟他吵架、跟他辩驳，不是这样子，而是怎样？我们也是用包容的方式跟接纳的方式，试着先跟他成为朋友，跟他有好的关系，不是一开始就辩解，先跟他保持好的关系，才有可能进入第2步。第2步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开始，当我们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他可以听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跟他分享真理，用真理建造他的信心。正确的信仰可以破除偏见，这一点就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我们自己本身要受到培育跟造就，我们才能够对他们分享真理。但是最重要的第3点就是怎样？我们要活出见证。我们来看腓利怎么引导拿但业破除他的偏见。腓利没有对他提出说拿撒勒不可能出什么好的时候，腓利没有跟他辩驳一句话，他只跟他说一句话，说什么？你来看吧，你来看吧，就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耶稣基督亲自去带领他、影响他、去改变他。那当然，这也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让人家看见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活出真正的见证，才能够吸引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牧师先跟大家分享信仰成长更加认识神的第1步，就是帮助人家破除这个偏见。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用这段经文来看，接着耶稣怎么引导他，让他一步一步更加认识真神上帝。这时候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今天我们透过拿但业他生命的改变的第一步，就是破除他对主耶稣基督的偏见。主啊，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人尚未认识你，也许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偏见，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耐心，可以用接纳包容，可以对他说明真理，并且用我们的见证邀请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蔡牧师的勉励与分享。接下来，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如果你是线上的弟兄姐妹，可以请你以感动透过网络上的教会提供的方式来奉献。如果你是实体礼拜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礼拜结束后，可以用教会预备的奉献箱来奉献。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在经过4个月之后，在今天的早上，我们还能够一起聚集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也献上我们的奉献。主，求你保守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民，你帮助他们，你看顾我们。所有因为生病的人，你医治他，你安慰他；工作有受到影响的人，求主你帮助他，照顾他。你也赐给我们智慧和热心，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能够成为社会的帮助与祝福。我们将所有的一切都献上，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主
请坐。接下来的时间，我来报告。今天有比较多的事情，那我会比较挑重要的部分来跟大家报告。第一个部分是小会公告，经小会议决通过，在10月24号的第2次和会中要举行长老改选，10月31号的第3次临时会员和会中举行执事改选，已经依据双联教会的长老执事提名推荐办法，于9月26日及10月3日在教会10楼公布栏公告长职选举公报及在籍现有陪参会员名单，并且会将选举公报寄给所有可以参与选举的在籍现有陪参会员。第二点，在9月的小会议决通过，因应防疫所需，配合疫情警戒的规定，如果到时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尚未宣布降为1级警戒，那长职的选举就会择日再举行，详细日期会在教会官网公告。依据长老教会的教会规则，选举长老执事之会员和会，必须在籍现有陪参会员过半数出席，出席会员过半数之得票为当选。所以依据上述的规定，要让和会能够成会，请在籍的现有陪参会员，到时候希望你们能够踊跃出席。第4点，如果你们因为服兵役或者是旅行海外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参加临时会员和会，请务必在10月23日以前向小会议长、小会书记或打电话给教会请假，以利成会。第5点，在10月24号以及10月31号当天4场礼拜会合并在上午10点，在10楼礼拜堂举行。礼拜后随即召开临时会员和会，请兄姐留意时间参加。第6点，选举公报，敬请各位兄姐不要翻拍、影印、截取，于网络或是通讯软体群组中传播，避免候选人的个资外流。第7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教会的选举不同于一般社会的选举，教会是借由选举来产生上帝所呼召的人，敬请各位兄姐用祈祷的心，寻求上帝的心意，遵照上帝的心意来行使投票权。接下来在疫情聚会事宜，第1点，感谢上帝恩典，台湾目前的疫情已经稍微缓和，让我们能在本主日开始实体及线上礼拜。我们会遵守政府的集会规范来规划礼拜，也请大家配合所有必要的规定。其中像各场礼拜的时间跟地点，我们都有在网络上有相关的资讯，大家可以自己可以上网去观看。再来，儿少牧区的部分，儿童主日学人才线上教学10点开始转播，请父母陪同孩子学习。青少年组则以牧区公告聚会。3、成人牧区小组、社青牧区小组以及团契，若要实体聚会，需要由小组长在3天前事先预约，场地由教会安排，并提出参与名单。于1楼管制进出，全程禁止饮食，并佩戴口罩，维持社交距离，拍照留资料。诗班会依服事的情况来安排。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为本会所定的圣乐主日，第3场礼拜中特别播放儿童合唱团的献诗影片，并正式发行由圣乐委员会所监制的儿童台语圣诗 CD 及乐谱，让台语圣诗赞美的旋律环绕在孩子们的生命中。一生拥有至好朋友耶稣，欢迎兄姐来电或 email 到教会向郭义勋干事购买，1套是250元。教社委员会消息，本年度因新冠肺炎肆虐，以至于无法举办有关重阳敬老的聚餐与旅游。教会关怀体贴长者，今年将分发礼券，请本会在集会有年满65岁以上长者到教会领取，不方便者请跟美仙干事联络，领取时间是在10月1号到31号。总务委员会消息，双联教会聘请总务干事，出纳、会计、财报及事务工作，
译者请西吕利洽9楼行政中心徐主任。再来就是读经运动，新眼光读经本，大家可以领取。还有洗礼造就班，如果要参加12月26号受洗的兄姐，请向郭义勋干事领取报名表，并于第一次上课时候缴交生活照。以上，接下来请牧师来做牧养代祷。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我来补充2点报告哈。第一点就是有关于我们10月24号还有31号要举行的长职改选哈。如果顺利的话，我们降到1级警戒，我们就会举行。那举行当天，我们4场礼拜，我们就会合在当天的上午10点来举行。好，请大家特别注意，就4场礼拜合成1场礼拜来举行。那牧师会利用10月10号还有17号，来介绍长职候选人，请大家特别为这件事情来代祷。那之后大家都会接到我们教会所寄给大家的选举公报，请大家用祈祷的心来祈求上帝亲自呼召他要呼召的人。那另外圣乐委员会有出版这个季贺朋友就是压缩这个台语的这个 CD， 还有我们的这个诗歌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2个影片请大家一起来这个关于这个诗歌的内容请大家来看。
地吹起，情我是要大地回归，使命大地看见。照比俄罗高万年。这以上是咱所录的其中2首啦，咱总共有12首，所以拢伫即个部分吼，所以请大家当来购买，即个拢一份是250块，请大家当怡勋干事来购买。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拢得到平安。阮恳求主，你继续保守看顾，带阮头前的路站，互阮所有兄弟姊妹拢得到你所想事真实的平安，身体心灵拢得到你的看顾。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阵咱起立，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曲。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